咱要学到伊的大权能，咱嘛要用伊的救恩做谦卑的人的砖塔。这时，咱要专心来敬拜、仰望主。这是咱用信仰个别使徒圣经做咱家己的信仰个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全能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临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天父恩典真正大，伊是日日咧引带咱，无论是暝时日时，伊拢调咱三角伫地，含咱三角做伴，下咱同行。咱时常爱来孝顺上帝恩典，是互咱日日拢是永有存的。伊互咱的灾难真做欢喜，烦恼嘛真做福气。这是要仰仗咱，这是要操练咱，真做一个仰仗基督徒，真做一个仰仗咱做见证的基督徒。咱感谢伊来引带咱，伊恩典互咱教育是永远无衰的。咱做来用这首《天父恩典真正大》。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在引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在做伴。咱着笑脸伊的恩，日日永有存。好在的感咱变正欢喜，欢乐变福气。大，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在引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在做伴。咱着笑念伊的恩，日日永有存。好在的感咱变正欢喜，欢乐变福气。
天父上帝荣耀伊。咱时常有可能伫咱的心中讲，为什么我有遮济苦难？但是咱来想，这个苦难有可能是上帝要造就你，有可能是上帝要来操练你。这个世间有苦难，但是主耶稣是我们的避风港，伊要赏赐平安予你。这个平安是敢水泉灌开，互你的心会得到平安，得到欢喜，得到快乐，得到安定。这个世间虽然有苦难，主耶稣就是你的避风港。你是不是愿意到他面前，让主的声音常常安慰你，常常提醒你？我们用华语来唱：耶稣给你平安。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这世界虽有苦难，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耶稣给你是真正的平安。宣告，咱靠主，咱有得胜的性命；咱靠主，咱有活泼的性命；咱靠主，咱的性命就得到快乐；咱靠主，咱的性命受喜乐的；咱靠主，咱的性命会当得到提升；咱靠主，主提升咱的性命，咱的性命得到贵气。咱来因为主的宽容，伫咱的心上，咱就有大快乐来赢过一切的歹代。耶稣，耶稣给你真正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
给大家都一个真正的平安。这个平安是源源永流不断不息的，这个平安是要在你内心里，让你绽放你的生命是更亮丽的、更彩色的、更有那种热情的。主的声，咱是不是爱听？主的声是真温柔的声，咱是不是有愿意伫伊的脚前拍拜，顺伊的意来听？伊的声，咱是不是刻在咱的心内，成做咱的帮赞，成做咱的光灯？咱时常是不是为了咱家己所犯的罪，来甲上帝讲，甲主讲，主啊，求你赦免我。主啊，我知你用是伫家的保血，老保血为阮来洗清。主啊，我敬爱来听你，因为这个代价是贵重的，这个代价你是要来顺天父上帝的意思。主啊，我感谢你。咱做来吟这首救主听痛的声。救主听痛的声，我着欢喜来听。你放我泪去心流血，救我做恁生命。主，我来救你。叫你的时阵，你是不是愿意来顺我？你是不是愿意来顺服？当叫你的时阵，你是不是愿意听从伊的命令？当主咧叫你的时阵，你是不是你所做的要合上帝的意思？因为咱知咱有侪软弱的所在，上帝嘛知咱有软弱的所在，但是伊要补足咱的不足。咱有侪咱家己的需要，咱有侪咱有当时咱看无明，咱想要去求讨，但是检测这个求讨是无好的。咱求上帝时常从咱这个无好的心思意念来排开，互这个歹来离开咱，互咱会成做一个分别无共的人。咱再吟第3节，救主叫我群情。叫我群情，我着听他命令，在我软弱快叹所有，互我为你加声。主，我来救你，我搭救群你。将你所留的宝血，洗
阮感谢你，你恩典是教也阮用。主啊，阮感谢你，阮感谢天父上帝，你是日夜无夜先的引带阮，日夜来照顾阮。阮感谢你，阮献上感谢，以你的温柔、疼痛的声，时常来提醒阮，来教导阮，就是阮的光灯，引带阮头前的路站。阮会拄着苦难，着试炼，嘛会拄着灾难来包围。阮的生命嘛暗淡的时阵，阮心内嘛有受攻击、艰苦的时阵，混乱的时阵。阮有时，阮会失望看无路；有时会看路到阮的心混乱。我们来向你大声讲，我们来宣告，靠主来得胜，靠主，阮的生命得到丰盛，靠主，阮的生命得到活泼，靠主，阮的快乐，阮的生命就有大大的快乐。我们高举耶稣花，我们高举主你的圣名，因阮教会做事工。阮不需要来服侍，阮不是应光上帝你的名，阮不是照着阮家己的意思，阮是要照着真理来行，不是阮靠家己的思想、阮的意念。阮服侍主，阮求主你的怜悯，阮做这不足的所在。阮恳求主来引带阮头前，阮的教会真正健康的教会。特别，阮嘛伫遮为着母恩，昨天伊来受伤。求主你医治伊，互这个伤口会当紧紧的恢复，互伊的伤口会当得到主你的保守，是无留下任何的疤痕的。主，阮感谢你，互伊伫细汉的时阵，会当来服侍主，无论伫唱歌，也是伫学乐，也是伫伊做事项，伊拢真心。看见这个囡仔是上主你疼痛的囝，求主你保守伊，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兄弟平安，这时是咱讲道的时间，请咱掀开咱的讲道的事项来看。内先，咱将祈祷甲上帝结连看作是一件最重要的代志，为咱自身会真侪悔改，甲上帝来相结连，咱同心来祈祷。想赐予人和平有福气的主上帝，伫圣的主日，阮来到你的面前，同齐将阮的恶乐、感恩的心恭敬奉献伫你的面前。阮也要将你应该所得到的荣光、尊贵甲权能，拢归伫你。哈利路亚！主圣灵，阮呼求你伫敬拜甲祈祷的当中。完全降临伫阮的中间，来掌管阮的生命。圣灵充满阮，互阮知，阮需要谦卑，需要有悔改的心来尊敬你。阮的生命是何等的需要你啊，主啊！帮助阮，还是放落无搁再倚靠家己的经验，无搁再倚靠家己的聪明来服侍你。做你看做无欢喜的事，亲爱主上帝，阮较无你，恳求圣灵充满阮是属神的器皿，互阮的生命单单互主所用，帮助阮用祈祷回转到你的面前。有时阮的罪性的引诱，互阮陷入信心的软弱，远离迄个真理的教导，真正艰苦。恳求圣灵用讲袂出的吐气为阮祈祷。主啊，你有英文讲，你要将灵灌压伫见若有血气的人。当圣灵降临伫阮的中间，阮就要得到快乐，就要得到恩赐，帮助阮更新阮的心智，互阮伫服侍当中，无搁再倚靠家己的势力，也是才能。咱是倚靠主你的恩典，伫服侍当中看见你的荣耀。
主上帝，你是智慧的赏赐者，求你赐下这样的福气伫大桥教会青年的身上。伫读册学习的时，有主你的灵甲因同在。阮中间有郭中生、吴嘉丽、林宗南跟王静瑶，当日有备考试。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前，为着这个囡仔来祈祷，恳求主日日保守因的心怀意念，互因的心专注伫所要考试的顶面，开巧因的心眼，教导因负担现在主要的角色，好好来读册、复习功课，用心完成即届的考试，嘛引带因透过即届的考试。学习为家己的性命付出责任甲代价。伫读册开始，带着谦卑的心向上帝来祈祷，伫心中我靠主得到平安。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咱三个来启应上帝话语，记载伫启应文57篇约翰15，咱三个来启应。我是这个葡萄树，我的爸是种葡萄的，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你就甲伊种起来。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互伊结较侪果子。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恁着甲我结连，我就甲恁结连。枝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恁若无甲我结连，嘛是安尼。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无我，恁袂当做甚物。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去的枝，互人迄出去外面。互人捡规堆，迄落火烧。你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无论爱甚物求，就互恁实现。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荣光。这时，咱的吟诗新圣诗572首，心目五主坚固，请起立。我
请坐。这时，咱们来邀请献歌队来献诗。今仔所要献的诗歌是《我灵之光》。这时我来报告，请咱大家掀开咱的周报。消息报告第一点，本主日是玉山新学院纪念主日，请有备心关心大道甲奉献。第二点，咱下主日5月25本会安排郭明富传道来到咱本会来分享信息。郭传道将受差遣到土耳其做专职的宣教事工，伊的迄个长宣工作是以募款的方式接受爱心奉献来支持伊的生活费用。
根据本会第4届小会第3议案决议，由咱本会的关怀基金来奉献3000块，并且由兄弟自由关心大道加奉献。第3点，今仔日的华语礼拜正常的聚会，5月17就是昨甲今仔日吼，为着咱的国中心的会考吼，为因来祈祷，就是吴嘉丽、林宗兰跟王静瑶，咱同心来为因关心甲代祷。奉献的部分，请咱家己来注意，看，如果有问题，咱的会计吼来迄个更正。咱同齐来读本周的金句，罗马书15章13节，台语咱先。阮想事望的上帝，互恁对神来充满逐样的欢喜、平安，互恁伫圣性的权能得到满满的望。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大力，大有盼望。罗马书15章13节。煞接，咱要来分享咱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章第1节甲第4节。咱只是我用台语，现代台语汉语本来强读。《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五旬节的日到，门徒拢聚集伫一所在。忽然有声对天顶来，亲像透大风，充满因得坐的规间厝。第3节，阁有亲像分开的火子对因出现，烧伫达人的顶面，因拢受圣神充满，照圣神互因的才能，开始讲别种的言语。以上愿上帝祝福听叹伊话语的人。但只是咱要来邀请咱的小朋友泽恩来用华语来读一解。大家平安，我要共读上帝的话语，《使徒行传》2章1到4节。五旬节那日间，信徒都聚集在一个地方，忽然有声音从天上下来，仿佛一阵大风刮过的声音，充满了他们坐着的整个屋子。他们又看见形状像火焰的石头散开，停落在每一个人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照着圣灵所赐的才能开始说起别种语言来。请牧师来为因做祝福祈祷。请所有小朋友来到台前，我们一起来为这些孩子来祝福祷告哈。昨嘛是拄阮母恩去哭到迄个钢琴的刀啊角，所以有3、4公分的即个老血啦，但是我感觉上帝嘛真平安享受。一路中间伊甲我讲，爸爸我会死袂？坐伫病床顶面的时阵，爸爸为我祈祷。豆豆迄个护士直直甲伊进行的，天的中间，伊的心是愈来愈平静。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伊的考验互伊伫困难的中间、病痛的中间，互伊搁一摆经历，生命是足宝贵。所以嘛，甲遮的哥哥弟弟甲伊讲恁爱细日要佚佗啦，爱注意人的安全啦好，咱做伙来为着因来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你赏赐互阮遮的细囝，若诚做家庭美好的祝福。阮嘛要诚做教会祝福，诚做助力福音工程内面的祝福。恳求上帝你赏赐阮智慧甲开力。虽然伫细囝咧成长的过程有侪阮爱做做的管教，总是阮恳求上帝你赏赐互阮遮细囝的老爸老母，互阮有对上帝遐领受智慧的心，互阮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常常提醒家己要安怎讲话，要安怎管教。要安怎陪伴遮个细囝？毋若互因伫少年的时得到欢喜的生命、喜乐的生命，嘛互因会当真实知影因所得到这喜乐的生命来源，
是通过耶稣基督，是通过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所赏赐宝贵的性命。愿上帝你赐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为着遮个细囝的爸母，甲伊遮个细囝来祈祷。恳求上帝你赐福，伫每一个伫大桥教会的兄弟姊妹的子女，互阮常常为着细囝来祈祷。阮相信祈祷所带来的功效是超越过阮所想象。恳求上帝你赐福，互阮伫祈祷的中间来明白上帝你的心意，来见证上帝你的圣尊名，也将平安、甲喜乐、健康赏赐互阮。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好，上帝祝福你们。好了，你可以下台了。来，慢慢的，来看路哦，看路哦。美心，请带一下弟弟。等一下，这大家平安。好，咱去一遍同心来祈祷吼，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因为你对古早、对起头，你嘛是落尾的上帝。主，阮知你有一个计划，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救阮性命的福音，互阮知影，阮是起着伫主你圣工的内底真要紧的一份子。主啊，阮感谢你，当阮要袂捌主你的时，你就拣选阮、呼召阮，会当进入主你圣的国度。嘛，因为阮的信，通成做你的儿女，成做主你蒙恩的囝儿。主，当阮徛伫这个所在，阮毋是要靠家己的气力，乃是要靠主你的恩典。主啊，你是赏赐圣神，帮助阮会当更较深来认捌、明白福音的本质是甚物。愿上帝你帮助阮，通过今日你的话语，互阮会当对圣神的感动的内底，看见福音所要带互阮教会的智慧甲方向。愿你的灵亲自感动阮的心，互阮伫同心合意的内底来见证上帝你的圣名。主啊，愿上帝你嘛帮助，伫阮的中间有心灵有软弱的，恳求上帝你亲自来甲伊医治固守，圣神来引带因。互因伫平静安稳的心内底来看见主你的亮光，知影要安怎行头前的道路。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教会需要一个更新的世代，是因为这个环境甲世界拢在改变，对无？教会若对伫这个世界若无改变，其实咱无法度知影要安怎样面对这个世界。所以，当咱行伫这个世界中间，你一定会看到，无论逐工你看新闻也好，你伫生活内底也好，你伫人的关系也好，你会发觉当伫变化的中间的时，到底当我入来教会，我要安怎通过教会内底所带互我的信息，真实来明白，我要安怎样去做上帝殿。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咧讲教会更新。教会更新的时，有真侪人可能会想到讲制度爱改变，教会牧师牧养的方式爱改变，敬拜的方式爱改变。但是咱做伙讲，这毋是上重要的，这毋是上重要。教会真正的更新在地，爱有需要啥？圣神的灌压，圣神的充满。但是这个词其实伫圣经的内底拢一直有讲到，但是对伫现代的教会来讲，大部分的人通常是用人来治理教会。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理解，伫这个足无用功利的社会、资讯过度的时代，有侪教会真容易的陷落伫形式化、节目化、仪式化，欠缺属灵火热的啥生命力。所以通常我常常若咧办侪活动、办事工，我通常拢会提醒，特别再提醒，就是讲咱爱靠祈祷、靠信心，就爱安怎倒转来伫主的面头前，甚至会问讲：你有咧祈祷无？你有咧常常敲找主的心意无？兄弟姊妹，当咱倒转来看今日咱所看圣经在《使徒行传》第2章，咱会当看见伫第1世纪的教会。因安怎样因为圣神的降临来彻底改变，对一群惊吓的门徒
定心充满着快力为主来做见证。因为因过去原本是军队耶稣基督，但是当耶稣死了后，钉死伫十字架顶，因就安怎群龙无首，毋知影要安怎做，所以因开始行行中间，伊毋知影要安怎去行人生的道路。但是兄弟姊妹，咱是毋是爱来做伙学习几个问题？教会圣神是要安怎来更新咱的生命，甲咱的教会？伫初代信徒，伫第一世纪的教会，当因面对伫耶稣死了后，因要安怎样定心来起造一间教会？所以教会爱思考，教会要安怎样？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福音，甲圣神的更新的运动，来带来什么款生命的改变？今仔日咱要对五旬节的角度来探讨新约时代圣经在内底在讲起门徒当因经历着圣神了后，所带来生命的快乐。所以，请咱对牧师安尼讲，恳求圣神充满我，互我明白主的心意。这是每一摆牧师若咧祈祷，常常若安静的时，我拢安尼咧甲主讲，嘛咧甲家己讲。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内底，咱来需要来认捌。以色列犹太人因所庆祝，因有3个节期。第一个节期是啥？搬过节。咱知影这搬过节是啥物时阵发生的？就是伊上帝呼召摩西要带领因出埃及的时阵，因还搁伫埃及的时阵，通过啥物？通过搬过节，就是圣神的火安怎？伫因的即个厝内的头顶面吼有啥？叫因着爱抹火，抹迄火着安怎？知影讲这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厝，所以这火就被安怎？就被杀死因兜的囡仔。所以咱知影上帝通过安尼定心甲以色列百姓开一条新的路。伊知影伊要竞选的人，伊就爱安怎？爱分别出来。第二个节期是啥？五旬节。咱今日所看新约的时代，圣神的降临，也就是伫五旬节。五旬节伫迄当时以色列人伫埃及做奴隶的时阵受苦。上帝中间嘛通过，当因出埃及的中间，因到伫西奈山即个以色列人因出埃及50天的中间，因到伫西奈山，上帝颁布法律，通过伫小麦这小麦收成的中间，上帝搁一摆互因知影，我是供应者，我是想事法律律法，就是爱定心规范恁的生活，互咱知影，咱是上帝所带领出埃及的人。咱就爱遵守上帝的诫命，所以兄弟姊妹，伫即个五旬节的中间，通过今仔日，咱等下甲做伙来看。另外一个节期是啥？大饼仔节，就是啥？就是上帝伫旷野的中间，甲以色列百姓当因伫旷野漂流40冬，因住伫即个大饼仔的中间，分挑，伫迄个中间甲因三甲保护因、固守因。所以伫秋季的时阵，农作物收割的时阵，伫迄中间伫甲因讲，上帝赏赐互人，毋若供应，嘛要保护恁得到平安。所以兄弟姊妹，你有平安无？你爱常常思考，主啊，我的平安是对倒位来？是对上帝来？我相信咱人拢有无共款生活在面对的事，你有可能会看到啥？你有可能会经验到啥？互你惊吓？但是你毋免烦恼，因为上帝甲你边仔兄弟讲，上帝甲你三甲地地，上帝甲咱三甲地地。所以兄弟姊妹，五旬节是犹太人3大节期的中间，叫做七七节，也就是出埃及了后的第50日，为着要感谢上帝赏赐这庄稼的日子。伫即日，摩西伫西奈山领受律法，伫新约的内底，上帝嘛选择即日。赏赐圣神来咱启示，律法的世代已经结束，是要重新进入伫一个稳定圣神的时代。所以兄弟姊妹，如果一个基督徒，你若简单要搁咧等待耶稣搁再来，简单讲我要看到耶稣，主啊主啊，但是你无去领受圣神安怎所带互咱的生命快乐，安尼你有可能会亲像门徒拄着耶稣。死了后，就安怎？耶稣一直敢若拢无互我看到。耶稣同我离开我，
我甲拢安尼一直艰苦。兄弟姊妹，我认为，当咱伫困难的中间，袂要紧，咱着定心倒转来求讨上帝讲主啊，请你圣神来充满阮的心，因为五旬节正做教会诞生的日子，会当安怎讲？这是神学做神学家咧研究。五旬节会当讲是正做教会起初所建立的日子。为什么？因为上帝圣神进入伫人的心中的记号的开始啊。所以呢，伫迄个时期旧约的时代，敬拜上帝模式开始被挑战、改变，重新认物一个属灵的运动的开始。所以兄弟姊妹，当咱伫教会服侍上帝久久，无论什么款的事奉，我拢相信每一个人拢真重要、真要紧。但是每一个人伫事奉的中间，咱拢爱重新来思考：你有领受到圣神的感动甲气力也无？兄弟姊妹，今日咱所看圣经节第1节讲，五旬节的日子到门徒拢聚集伫一个所在，忽然有声对天顶来，亲像透大风，充满因得坐的规间厝，阁有亲像分开的火子对因出现。晓伫逐人的顶面，因拢受圣神充满，照圣神互因的才能开始讲别种的语言。其实你若甲看后壁段，拢咧有真侪人开始咧质疑，讲遮个人是安怎？是啉烧酒醉啊？吼！但是你若甲看到后壁段38节到42节，彼得又开始讲道解说互因听。彼得对因讲着悔改。逐个人拢着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互恁的罪得到赦免，就会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神。兄弟姊妹，咱有受洗礼无？有吼，但是咱拢知影圣经后壁讲啥？咱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对无？但是互恁的罪得到赦免，就会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神。所以咱知影，咱有咧领受圣神无？有哦，安尼是有的哦。这敢若是一个应允哦。后壁39节讲啥？因为这个应允是要互恁甲恁的子孙，以及一切伫远远所在的人，就是咱的主上帝所呼召来归伊的人。彼得佮用真侪话出力做见证，劝勉因讲，着救家己脱离这个邪恶的世代啊！兄弟姊妹，基督徒伫这个邪恶的世代，有当时会烦恼袂？会袂？会烦恼，甚至烦恼的感觉会惊咧。惊的时阵安怎？唔知影来敲找人物主的话啊！主的话你甲咱讲的安怎？彼得讲啥？伊讲着救家己脱离这个邪恶的世代啊！也就是讲，咱领受圣神的人，咱爱时常明白，伫你的生活中间，咱所咧领受这个邪恶的念头也好、意念也好、环境也好，咱是毋是真实好好去咧传福音啊？传什么福音？传我得救的福音啊！传咱的性命有得救也无啦。兄弟姊妹，有人甲牧师讲，牧师传福音足困难的。传福音困难伫倒位？传福音我感觉困难是在伫你无真正领受着救恩，因为你毋知影救恩是啥。真正领受救恩的人，伊会知影，亲像彼得所讲的，伊知影用真侪话出力做见证。彼得伊是做见证的，伊是对圣神领受圣神的人呢，对无？伊有做见证无？有啊。但是伊有一开始甲我讲，伊有一开始耶稣呼召伊的时阵，伊有对耶稣无？有无？有啊，伊有对啊，伊做门徒啊。但是最后伊耶稣甲伊讲吼，你会伫家得救的时阵，你会无认我，对无？伊讲袂啦，我遮爱你的吼，我遮爱你的。但是最后伊敢有安尼做？伊真正有安尼做。所以兄弟姊妹，我拢相信咱拢听主。但是当真正咱若面对伫困难，当咱面对需要性命隔离的时阵，我相信有可能你就讲主啊，我毋捌你，这上危险啊，上恐怖啊！牧师你茫个叫我做啊，
我真正无法度。兄弟姊妹，对安尼领受伊的信息的人，拢受洗礼。迄日信徒大约加添3000人，因专心领受使徒的教示，参与团契生活。八饼就是分享、祈祷。兄弟姊妹，教会今仔日牧师用一个主题叫做“对圣神看教会健康发展”。我唔知影你安怎看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我唔知你安怎看。你感觉健康的教会有啥？有啥？你爱思考这个问题。一个健康的教会爱做啥物代志？咱爱思考。我认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唔简单人有和睦，唔那人会欢欢喜喜伫遐食物件，伫遐讲欢喜的代志。一间健康的教会，佫较要紧是伊有一个足清楚的目标，因为教会是上帝的，教会就应该爱完成大使命的工作。有一群人愿意要来祈祷，有一群人愿意要来敲找人物圣经内面的话语，来充实家己的生命。所以牧师足欢喜，每一礼拜我拢会等待，那礼拜日甲礼拜三咧准备讲道片，含咱兄弟姊妹分享。有一日我足欢喜的，当看到就是礼拜六早起，含这怡静美珍姐佮明顺兄弟，吼，因为阮拢安做伙坐落来，大家有分享，大家伫遐咧交谈，甚至人物咱这个门徒训练的工作的内容，真欢喜，因为逐摆拢有无相款的物件，互阮佮较深的认捌上帝。但是上帝嘛，互阮不断地面对生命的欠缺、甲不足、甲需要。所以兄弟姊妹，当咱人来面对家己生命的不足、软弱甲需要，你需要惊袂？你会不会怕？难免会怕啦，难免会觉得无力感。但是不用担心，上帝拢要知影咱的需要。所以牧师要继续讲，为什么五旬节是教会诞生的日子？因为这日是圣神降临。圣神降临，唔那是一个临时的工课，佮是一个类似伫每一个信徒的生命中间，互教会重新得到快乐的根源。五旬节是教会诞生的日子，嘛是门徒得到快乐的日子。因原本是非常惊吓，稳重家己，紧选的选，走的走。兄弟姊妹，我唔知影咱有安尼的心志无？牧师讲来哦，咱做伙来读经哦。大部分大家拢较袂爱啦。牧师来咱教会吼，对礼拜三查经班，我会记得印象真深，差不多对11、2位，到即马剩1位啊。虽然即马牧师拢真体贴咱，用直播互咱，但是咱爱思考，恁若有私底下有咧看无要紧，但是牧师足期待咱真正爱备办心。每一日，咱拢爱读经祈祷，为着就是要互咱的生命会当搁较充实。上帝甲咱讲，爱咱就爱真实伫教会内底做啥物代志。圣神降临伫门徒的中间，互因得到快乐。甚至信徒开始组织3000个人受洗归主，有信仰、有教导，嘛有团契的群体。甚至呢，使徒开始建立教导，安怎？因开始持守、遵守使徒的教示。因开始彼此交接，八饼祈祷。兄弟姊妹，我认为伫教会做事工，拢一定得爱传承啥物？爱传福音啊！我看你事奉，我就爱甲你问讲，你有感觉即个事奉，互你感觉到、体会到疼无？你看伊的面看会出来啦。你看伊的面有，伊若足忝，你就爱感觉会出来讲，伊辛苦啊，辛苦啊，有啥问题？所以这几日嘛有一位同工，因为伊感觉真忝哦，真忝。伊讲牧师，我就到遮就好啊，好，我要走啊。后来马上咱的同工私底下赶紧去甲关心，牧师开始去了解，后来嘛甲伊鼓励。我讲咱的信心毋是遮软弱的，咱得爱去靠快乐，就是要面对问题，把那些问题，其实我们以为你好有爱心哦。大家都觉得他好有爱心哦，
但是实质上，这个同工他非常期待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他们期待的是看见大家一起做工啊。我们以为有人有爱心的在做了，可是我们却怎么样？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然后别人看的时候看成什么？大家怎么都好像没有主动的心啊？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差异非常的大？牧师不是要讲什么人对不对？牧师要讲的是，咱就爱彼此更较明白，在教会内底，上帝要安怎通过圣神的工作，让咱常常有教育敏感度，去看见咱彼此关怀所需要的事，不是咧等牧师来甲你关心啦。咱就爱彼此拢爱有这种敏感度，互相相听和睦，通过圣神定心得到快乐。所以兄弟姊妹，教会要安怎领受圣神？第一个，今日圣经在咱甲咱讲，领受圣神的会当得到快乐，会当传福音，佫会当为主做见证，有无？门徒、彼得、约翰，包含遮个所听讲道的人，因拢安怎？因拢会当得到快乐哦。所以兄弟姊妹，《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讲：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每次看这句话，我都在想：难道这句话，我们基督徒还可以说传福音非常难吗？传福音难的问题在哪里？困难里的啊？不是，这句圣经在你甲咱讲什么？后壁做我的见证，就是传福音嘛，敢不是？对吧？但是要为主做见证，头前有一个爱得到快乐嘛，对吧？要得到快乐，要哪来？你有知影圣神充满你的心，有降临伫你的内底。因为当你若感觉讲你无快乐，我相信圣神无伫你内底。虽然圣神一直拢存在。但是圣神伫你的心上，你无领受到。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圣经在伊拢有伊的逻辑性，绝对毋是凊彩讲的。所以一个人伊会足欢喜去跟人分享讲，足感谢主，这个信仰，这个福音对我来讲有偌大的帮助呢。这见证啊，所以这种见证代表已经得到快乐。这种见证代表伊有快乐，是因为伊对圣神所领受来。所以兄弟姊妹。教会若有健康的发展，完成救恩福音的计划工作的教会，毋是单单靠人的快乐，这咱拢常常咧讲。但是咱就爱知影，咱要靠什么？毋是靠人的快乐，安尼是要靠啥？靠圣神的快乐啦。虽然咱拢讲靠上帝啊，对吧？但是偏偏咱拢讲靠上帝，但是做代志有哪靠家己啊？对吧？这有理啊吧？所以你爱知影哦。上帝若讲靠上帝就好，伊想要个需要通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死了，想要个要通过圣神，你无感觉足奇怪嘛？想要上帝伊一创世纪的时阵就讲，伊是三位一体，阮安怎样做这代志？所以我拢认为，三位一体的上帝虽然拢是同一位，但是靠对顶头来圣神的快乐，这是耶稣的命令甲应允。因为门徒伫耶稣上天了后的10日内，因无马上出去传福音，因选择同心合意做啥物代志？祈祷。所以要领受圣神的人，第一项代志就是爱甲你边的人讲，领受圣灵就是要透过祷告。领受圣灵就是要透过祷告。所以为什么要领受圣神？爱透过祈祷来得到。使徒行传第1章第14节讲，这个人。当遮个几个妇人人，甲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甲耶稣的兄弟，因拢伫马可罗伫遐安怎同心合意，迫切咧祈祷。所以耶稣上天了后，门徒伊倒转去到伫耶路撒冷，伫迄个所在聚集，等待主所应允的圣神降临。这段充满着期待、顺服甲备办的事，我感觉值得咱来思考，值得咱来学习。虽然有当时牧师有做事工、甲仪式、甲计划，我相信咱每一摆要完成这个会议内容，牧师拢期待咱每一个同工，就爱同心合意，咱做伙来祈祷，
望讲咱所决议的代志，会当通过伫祈祷的内底，圣神来充满咱的心，同齐做伙来甲伊完成。毋是靠人，毋是靠家己的气力，乃是靠圣神所予咱的感动。所以兄弟姊妹，第三，咱要安怎样对圣神来看教会健康的发展？咱来了解圣神充满对教会的重要性。圣神亲像啥？咱来了解到底圣神是啥物物件？圣经内底无使用3种来跟咱分享。圣经内底有讲到，圣神亲像啥？好，圣神亲像火啊。那火有啥物？有洁净、炼净、燃烧的能力。好，马太福音书第3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咱知影这段圣经在是加西利约翰对耶稣的预言所讲。伫内底伊讲起圣神哪亲像火，好，这个未来所来的就是耶稣基督。好，圣神所带予咱的，是要予咱的生命唔会当得到改变，嘛会当通过伫火洁净。火咱知影火若烧过安怎，迄病毒就无去啊。病毒就哪像迄啥，予咱伫咱生命内底，予咱不洁净嘛，对不对？予咱会破病嘛。所以咱来知影圣神哪亲像火，会予人对内心看见家己的罪，甚至知影人着爱安怎来悔改。甚至人会行啥物圣洁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诗篇139篇23节到24节讲：神啊，上主啊，求你监察我，知影我的心思，试验我，知影我的意念，看到我内底有啥物歹所行无，引带我行永远我的道路。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圣神充满的人，咱来知影这个火到底安怎咧改变你的生命。所以会改变你的生命，你的人就安怎？你会知影你倒位做唔对，你会知影要安怎勇敢去认罪悔改。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圣神的火功效。另外一种圣神哪亲像啥？哪亲像？好，来，咱今日所看圣经在《使徒行传》第2章第3节讲啥？佮有亲像分开的火子对因出现。晓伫大家人的顶面啦，所以咱知影后壁因带出气力，是因为啥？是因为圣神降临伫人的心中。好，所以兄弟姊妹，咱知影五旬节圣神降临，或者门徒毋会当看见即个圣神哪亲像火的形状。即个火敢会甲人毁灭？会袂？袂啦。咱知影后壁面彼得着安怎？彼得解说哦。然后彼得解水了，咱知影彼得有领受到圣神无？有啦。所以后边他们有没有能力了？有能力之后，几千个人信主，是3000多人呢。所以你搁咧讲，你无气力传福音吗？我认为唔是这个问题，唔是无气力，是咱得爱好好祈祷来敲锤圣神的充满，求上帝帮助咱的教会，咱常常得爱认知这项代志。第二个圣神亲像风啦，伊是看袂见的，但是是足真实啦。约翰福音3章第8节讲，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你有感觉无？圣神，你感触会对无？无对无？像迄感觉唔知到底是啥物件，但圣神就那亲像风啦。好。耶稣对尼哥底母的教导讲，圣神亲像风，无形无声，但却有改变生命的气力啊！所以兄弟姊妹，这个风不是混乱的风，这个风是对上帝主权甲稳定，是要引带人的生命顶头生，甚至佫得到更新。咱今日所看圣经节嘛是安尼讲，忽然有声对天顶来，亲像透大风。充满因在坐归处境啊！兄弟姊妹，我希望牧师期待咱，无论咱咧带敬拜、带主领祈祷、敬拜的兄弟姊妹，咱拢着徛伫这个所在，带信徒祈祷，咱着爱记得求圣神来，求圣神充满咱的心，认罪悔改。
然后才通来求什么？求咱所要爱的事啊！我认为这样代志是非常要紧的。好，第三项，圣神亲像啥？亲像雨啦，雨咱知影雨水的水分就啥？就润泽，佮有唤醒的，吼，甚至享受生命更新的生命。以赛亚书来44章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用华语来读，来，因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圣经甲咱讲上帝的圣神，比如这水，那亲像河，亲像雨水不断地灌压人的生命，是带来更新、丰盛甲滋润。上帝复兴是伊的应允，所以意思就是讲，一个人的生命的复兴、生命的复苏，是上帝的应许啊，对吧？若是这是上帝的应允，咱人会要求会买，有当时加减的。但是咱要求圣神帮助咱，求上帝帮助咱。最后，咱要做伙来看一段圣经节，也就是《使徒行传》内底彼得伊嘛有讲起的一个先知的应允。用历书约珥书第2章23节，23节说：西安的人民啊，你们要快乐，因你们的上帝耶和华而喜乐，因为他按时降下甘霖，像从前一样赐给你们秋雨和春雨。以后28节以后边这红色的字，这就是《使徒行传》内底彼得伊嘛有讲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以用咱真爱是用啥？用最后一句，对吧？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但是我们看圣经不能这么看，看圣经一定要从头看起，对吧？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有没有圣灵充满你的心？有充满的人，后面就会成为他说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牧师伫遮无要加讲要做什么代志，但是牧师要讲，这个用你是南国犹大的先知，迄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为什么这个先知伊要讲这个语言？伊要应允什么代志？兄弟姊妹，用你伊呼吁，他呼吁百姓爱悔改。爱有先悔改了后，上帝要将恢复的祝福、甲复兴、享受亲像圣神灌压伫遮以色列百姓。所以先知伊讲用秋雨甲春雨安怎降落伫因的心上。兄弟姊妹，这个雨水毋是自然界的祝福哪条，是一个属灵的大复兴哦。兄弟姊妹，咱知影，若是一个咱所生长的土地那一直拢无落雨，无生产农作物，你会感觉安怎？你会做无力的，对无？你也无钱通好卖这个农作物，你佫无通食，你会做夭饿啊！所以人的心就安怎？是会做痛苦的。但是是属灵的内底，上帝通过用你先知特别咧甲因讲起，当这个大灾的这个灾难。当这蝗虫吞食这食物，代表是这侪因所生长的国家环境有侪迫害啊。但是上帝通过春雨甲秋雨，上帝应允是要爱咱知影，圣神的灌压，就那亲像迄个秋雨甲春雨，上帝是会亲自介入的。所以兄弟姊妹，圣神咱求圣神来，代表什么？代表讲主啊！请你亲自来掌管我的生命，来亲自来介入伫我的生命中间所出现的问题，重新互阮得到开来。所以兄弟姊妹，
人伫苦难的中间，我毋知影你有看到上帝所予你的启示无？啊，是你伫苦难的中间，你毋知影要安怎行头前的路？这是大部分咱会思考的两个问题。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的教会，咱常常伫安逸的环境下，忽略上帝的声音，爱咱知影，当咱拄到这苦难的时阵，咱要安怎样赶紧来做处理，赶紧来求讨上帝的快乐，毋是急于马上做解脱，乃是要寻求神的心意。所以上帝通常通过这苦难在催逼，在帮助这百姓，互因着爱悔改认罪。所以用经书第2章第12节，我无藏起。伊讲虽然安尼，恁应当着爱禁食、祈求、悲哀，专心归于我。所以兄弟姊妹，我相信伫咱侍奉的内底，咱会拄着侪互咱艰苦心的事，但是牧师期待咱伫做每一项代志以前，咱会记得，咱着爱常常倒转来到主的面头前，学习禁食、祈祷，敲找上帝的心意，互咱的心定心倒转来主的面头前，甲主讲：主啊，愿你亲自来修正我、管教我、帮助我。所以教会需要恢复一个真实的敬拜甲悔改，就毋是靠这形式甲活动，乃是咱每一个领袖当中。咱爱带头认罪悔改，咱爱重建一个上帝甲咱同在的地基，就是咱定心倒转来主的面头前，甲主讲：主啊，请你圣心帮助我。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教会面对的苦难有3个真要紧的呼吁，就是咱着爱悔改；第2，咱着爱备办；第3，咱着爱去领受。如果咱若无即个动作，我相信这个苦难，咱所拄到的问题，你唔知影要安怎行头前的路。求上帝帮助咱，这个苦难唔是上帝的结局，乃是啥？是悔改，才是一个出路。圣神的充满，乃是要带予咱真实生命复兴甲帮助。愿上帝赐予咱，互咱会当定心勇敢为主来行头前的路。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你赏赐圣神，互阮这软弱惊吓的人，通因为你圣神来得到快乐。因为圣神灌压伫阮的生命内底，互阮明白这是主你的救恩，嘛是主你互阮的使命工作。互阮更较明白承认，有真侪时阵，阮对圣神无敏感，心内真刚硬。伫今仔日，阮愿意拍开阮的心门。求你来点动阮，翻转阮的心，引带阮倚靠圣神来行，要安怎样传扬福音，完成大使命的工作。主啊，阮也要为着伫侍奉中有犯错、助你的萝卜、甲信徒、甲同工，愿阮伫你的面前的侍奉，毋是倚靠家己的气力甲眼光，是着爱常常伫祈祷的内底去清楚入捌主你的心意。清楚明白，阮侍奉你的目标是要用主你的疼来分享主你的救恩，毋是阮的气力，是因为有主你的救赎的画面，互阮更较谦卑、温柔、柔顺的心，看清楚家己的生命的困难甲不足，无快受气，伫人甲人的生命内底，真实带出有主你疼的生命。主啊，今仔日，阮定心对你的话语得到画面激励。阮的生命需要领受圣神的快乐，伫领受圣神的感动的内底，埋晓认罪悔改的心，才通得到主你的欢喜、怜悯甲感纳。阮的侍奉嘛，才真实会当真实有影响力、有生命力来见证主上帝。愿你听阮的祈祷，祝福伫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当因心神、身体有欠安的，愿上帝你嘛亲自甲因医治顾守。同心伫你面前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免。这是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257首求主复兴教会，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吟。求主复兴教会，尊你。
同心来奉献。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吟奉献的诗。咱做伙来做奉献宣告的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犹原徛咧，咱做伙来吟上用的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感动甲精神的快乐，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互恁伫凡行事得到快乐，伫信心的内底持续为主徛在，伫教会中间彼此相听，伫世间上继续为主做光做盐，直到见主面的时，阿门。请坐，默祷。